下來繼續來看中聯優質的沙拉油驗出到1級的致癌物，但是衛福部第一時間並無針對產品，敢若針對到原料油落價回收，是爆發到食安的疑慮，甚至參衛福部長趙宗良攏講安尼怪怪。哪裡個立委攏呼籲講愛檢討，總統賴清德嘛強調講應該追究的責任都愛追究。啊，食藥署嘛暗算，明仔載的尾暗仔要來公布到第一波產品的名單。中聯優質大豆沙拉油驗出到1級的致癌物苯便秘超標，第一時間衛福部食藥署敢若將原料油封存回收。其他調和油加下游的食品是一直到昨，食藥署才下令必須愛封存，就連衛福部長趙宗良也承認怪怪。全面檢討食藥署危機處理的機制，避免重演慢半拍的情形，讓民眾在疑慮與不安的痛苦中等待。那我剛剛是建議食藥署，只要地方政府回報之後，每天固定一個時間更新給民眾，請盡快在今天呢來教導民眾，他要怎麼從有效日期等等來判斷是不是屬於在這一批編號裡面。立法院今日早起要求食藥署調查細節及未來應對措施。總統賴清德也講，每當凊彩真煞，該究責就要究責，絕不寬待。賴總統除了強調一定會追究責任，也要求本地產品停產封存，或者是預防性封存，維護民眾食品的安全。食藥署今仔日將會邀集國內4大食用優質的精煉廠來開會，對源頭強化風險的管理。另外，也將會在明仔載12點前完成相關產品的會檢甲匯報，下晡會公開第一波產品的名單。畢竟牽涉到全國食安的問題，在野加強監督，政府嚴格規範。